第二間房裝4個智能音箱，3個月之後可能3個都冇人叫。你以為每間房都有語音先叫做全屋智能，但真正住落去，通常會發現3個反效果。第一個主卧，另一半已經瞓咗啦，你仲要大聲嗌佢關燈。喺床頭加一個無線開關就可以反覆日日咁用啦。第二個老人房，如果開盞燈都要記住指定嘅講法，講錯一個字就冇反應，到最後一樣會行翻去撳個開關。第三個最容易忽略嘅就係兒童房，小朋友識叫唔代表全屋智能都應該俾佢控制。開燈可以，門鎖同全屋嘅空調就要限制。你會發現真正適合做智能音箱嘅，好多時候只係喺客廳，因為控制入口唔止決定點樣開燈，仲可以決定屋企每個人可唔可以獨立使用到成間屋。所以買之前要問3個問題：邊個用？每日用乜嘢？唔用語音，仲有冇第二條路？3個問題答唔出，嗰個房間就先唔好做。每個房間都放打1，邊個人真係用嘅先放打2。